后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位南投县议员的候选人陈宗凯，甲反映按铃控告南投县长林明珍、甲县长的候选人柯淑华、甲南投市长的候选人张家铁涉嫌贿选。伊讲县政府举办感恩的说明会，这个林明珍邀请柯淑华甲张家铁来参加，是为这两位候选人画动算、画军哪解，上尾也搁来送泡面碗互乡亲。伊讲伊一个茶这个泡面碗一个超过300块，已经超过规定的30块了。县政府是来背会讲，这个感恩说明会是林明珍县长家己开钱来办的。若检察官是讲会依法来受理，查看是毋是有卡到贿选。民众排队买领泡面碗，一领刷南投县长候选人柯淑华随握手讲拜托。这是伫南投社区活动中心10月份暗时举办的县长卸任感恩大会。南投县议员候选人陈宗凯控诉讲，参加这场活动的南投县长林明珍和南投县长候选人柯淑华，还有南投市长候选人张家铁涉嫌贿选。我们南投国的国王他要举办县长卸任感恩说明会。用的是我们南投县民的公堂，结果他在现场办得像造势大会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在喊动算。陈宗凯去南投地院市联控告，因为卸任感恩大会是县长举办的活动，不过现场敢若是造势大会。伫现场发动选，柯淑华嘛直接甲乡亲邮票。用的选票来支持柯淑华，好无？因发的泡面碗，陈宗凯讲伫网络顶卖超过300块。300块的价值的礼物，然后办他的感恩说明会，但是实际上是替许淑华、张家泽等国民党的候选人在造势，这是已经非常的严重的违反了第一个行政中立，第二个就是行贿。洪控诉行政无中立，涉嫌贿选，南投县府出面回应。我觉得这个跟贿选没有关系。说明会完了以后，我们会发送这个宣导品，候选人要怎么去？我们都不晓得，并没有说由候选人来分送这个宣导品。县府表示，说明会是林明珍家己出钱来办的，包括餐费、布置等等的费用。礼品是各局处发的宣导品，无予候选人来发。不过来看当时的画面，礼品一发出去，伫边的柯淑华就去握手讲拜托拜托。检方强调会依法来办理，要调查清楚敢有涉嫌贿选等等不法的情形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